歡迎收睇堅亮點，我係生亮。今年全國兩會將會喺3月初喺北京召開，今年更加係15規劃嘅開局之年，意義非凡。規劃建議明確提出，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，加強港澳同內地嘅經貿、科技、人民等多領域合作，發揮港澳獨特優勢。我哋會一連幾集關注港區人大代表同政協委員嘅提案建議。工聯會日前公布咗兩會期間重點關注嘅議題同建議，會長吳秋北重點關注交通規劃同綠色能源。目前咧喺香港西九龍出發嘅一啲需求咧，其實越嚟越大，即係去到內地嘅各個城市，無論中轉啦或者係直達咧，其實需求好大。咁所以喺直達嗰度咧，其實係有需要咧有個提升嘅空間。所以咧，我哋又會建議3個方面咧，一咧就係增開咧直達嘅一啲班次，尤其是咧優先加密嗰個短途嘅路線。我考慮咧喺週末啦或者係節假日嘅時候咧，喺啲客流比較高嘅時候咧，高峰嘅時候咧，就增開咧對開嘅班列，逐步咧係實現每日多班次常態化嘅呢樣營運。第二咧就係優化停靠嘅網點啦，即係嗰啲站點。我安排咧部分新增嘅班次或者現有嘅班次咧，擴大高鐵嘅網絡輻射嘅效益。第三咧就係建立協調嘅機制啦，定期分析香港西九龍站咧往來內地嘅一啲城市售票嘅資料啦、客流嘅一啲趨勢同埋潛在嘅需求，使高鐵嗰個運力咧係更加配合咧嗰個靈活嘅一個即係配置，令到咧係回應嗰個市場嘅變化。有啲聲音就話，即係香港去到灣區城市嘅一啲嘅票價咧，可能會比較高啊。咁呢方面有冇咩建議咁樣嘅？而家我哋都成日講話，會唔會有一啲即係你經常去嘅有月票啊？呢種方式咧嚟到將個價格壓低。咁我哋都希望咧，即係內地同埋香港港鐵呢邊咧，會商討更加優惠嘅一個價錢。咁其實主要就係睇個客流量咧，即係如果有足夠嘅客流量，咁嗰個嘅價格咧，其實係可以即係下調嘅。咁所以要優化呢啲嘅網點